台湾的外籍移工因为拄到无共的头家，所以命运嘛大大无共。啊，伫台湾的经历，佮安怎影响到因回到母国了后的生活呢？35岁阿月伫台湾总可做7年，做过乌工，佮捌互头家甲起笑、甲侮辱、甲削便当，当下伊拢忍起来。了后，伊早就伫台湾学到的技术，转去越南创办一间石材工厂，即卖已经有60-70个员工咯。为乌工变成做一个企业家，阿月是安怎反转人生？啊，即卖伊阁是安怎来看待以前伫台湾的日子呢？华视台语新闻杂志继续来看阿月一路行来的甜酸苦涩。赛车后我传往乌志明市野皮区行，经过铁片为的大片土地，这是韩国开发商要驻镇的所在。渐渐啊，规片的建地出现，就要到阿我的梦想境地。那个是样品屋啊。自细汉，伊就希望替厝内人买一间大厝。购买这2栋，对。是不是当地人都只要赚了钱之后都喜欢买地、买房子？对。为什么？地的都不发挥贬，也不发挥，它会都一直升值啊。所有越南几乎有钱都准来买地的，我也是一样。民拢是满足的笑容，为了实现买地买厝的梦想，伊用17档的时间。2002年，当阿我还阁是18岁少年家时，听讲到台湾去做3年工，就使赚到买地的钱，所以讲共借台票4万块纳中人钱，跨海到台湾做新。去台湾去那时候是去彰化嘛，对，去保证做Nike鞋子的，做2年可能。赚了月盾大概才4-5千万月盾而已啦，然后刚好差不多要2年了，那个部门的经理他开会，他说公司有可能会停起来，因为没工作了。然后隔几天我就跑了，因为他赚不到钱，那个没钱去回越南的，那时候回去还有一笔债啊，对，就是去的时候借钱去的。公司替因办活动、办比赛，毋过这好挡袂过厝内人期待伊赚大钱的沉重负担。后我准的走，伊喙齿紧加力，比伫中华一间牧场做乌工，做到9、10点，晚上都没什么热水来洗，然后睡是洗几个人都睡在地上，老板跟他要钱一直要不到，然后他欠我们好几个月的钱，到最后可能没钱给。他得报警察来抓我们。追！安全外部，安全外部。早几百块台票，后我伫共乡的照顾下，走到台北一间石材工厂做粗工，伫遮伊有学到技术，但不头家嘛看伊无目的。我就跟他讲，大家都累了，然后又下雨，今天不要加班了。他提着一袋便当，他拿这样甩，他丢了。那时候我心里又起来，我想说，我们是员工，我不是狗，你怎么会这样对我们？我们也是帮你赚钱的。伫台湾7档，后我大部分的时间拢伫边境甲市场领无薪水。伫咧失志的时，捌合伊同事一个石材包商地先生，打算要去越南找伊合作开公司。我的人生总算出现机会。那时候他带的我记得是2亿6500万月盾了，那时候也算大了。那时候不知道他去卖车还是怎么样，他把那个钱拿过来，我知道他也没那么多钱呢，所以我是很尊重那个钱，所以我一直在那边就是努力做看看。2009年，后我自首转去家乡乌志明市，是真骨力做，不过未晓要行销接大案，真紧钱就开了去啊！伫咧石材公司要收起来时，眼前出现一道曙光。有一天我们去钓鱼嘛，突然那个富美信的副总找到我们这边，找到台湾，然后台湾是找小戴嘛，这2个不钓鱼了，赶快跑回去。那时候10点做到天亮，15000平方米，就我们3个开始，你看都是全部都是地板，看到3个小在这边做，
对，相处得起来。有明显是台商伫越南最大的集团，经过伫当地写下驻店的基金。阿我真珍惜这个得来真无简单的机会，经过运用伊伫台湾所学的就业技术，公司规模快速的拓展，也无人才要对倒位来。这阵伊想到较早伫台湾做义工的迄阵兄弟。到现在食材安装的话，我都请北越师傅，就是来过台湾。最主要是观念好，对他实践的观念跟你工作的责任性都很好。因为伫台湾的血汗甲磨练，煞成为这阵越南义工转去国了后的优势。回想伫台湾的日子，因是爱搁疼。台湾人都是很好的，这几个是不好的。我们做到随便的领薪水嘛，他不给我们领薪水，他跑掉。伫经济快速发展的越南，阿我的公司短短7档为负责到累积资产千几万的台票，员工已经有60-70人。为第一站变身，阿我做头家了后，毋若吸收台湾管理技术的优点，重视员工的需求，薪水比一般的工人嘛加一倍。阿我的人生袂输是电影的剧情，嘛袂输是越南最近几年来快速的蜕变。不过越南青年却毋是人人拢这好运。阿我的这批小弟为北越到乌志明市走找发展的机会，就带来这间集合式的主体。每一间厝敢若10坪大，因一家伙7个人拢住伫半楼的面床顶，这是乌志明市的日常。7当前，阿我规家伙嘛住伫这款的小间厝，什么人嘛想袂到讲变化遮大，完全无共款。互囡仔读国际学校，放学还阁补英文，望子成龙，个人一定的期待，袂输对应着阿我心内另外一块伤痛。不要看不起我们，你叫我苦一点可以，累一点都可以，先不要看不起他。唔通看阮无目的，阿我论真久才讲出来话，是真侪义工的心声。因为经济打拼，甲你我同款，因想要互厝内人上好的生活，甲你我同款。阿我的经验袂输是平民百万富翁的人生，回首台湾路，无奈搁感慨，真望台湾的头家对基层的义工加淡薄仔尊重，同理看待。